年一度嘅呢個冰魚節咧，就即將要舉行，分2日嘅。咁佢會有啲市集啊、工作坊啊、音樂會啊、電影會咁樣樣嘅嚟參加呢個叫做走番啊，類似馬拉松，但係佢唔需要跑。即係會有一站咁有遊戲。係啊，有啲遊戲就咁樣玩。我阿公嘅雜貨店唔通係我阿公？係喎 ！Oh my god！ 原來喺我公嘅雜貨店前面玩啊！咁近你都掉唔到啊！你得噶啦你！一粒就得咗，哇，好好搞啊！整喎，去中記買料，一路行一路食啊！哇，正喎！哇，比耶咁招積啊！點解嘅？貧富懸殊啊！講係。去踩單車 feel 啊，不如講個嚟。周佳園同埋大襟堂合起嚟之後改名叫八仙變之啊！要唔要再嚟啊？哇！又舞龍又舞獅又花車，而家有燈尾叉。陣間要得擔燈籠，有古人啊，有古人。上我啊，唔該啊！好虛係咪好多人啊？做得好。